今日咧要分享嘅一本書咧叫做底層邏輯，睇清呢個世界嘅底牌。呢本書喺度討論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，我哋要點樣理解呢個世界，並且喺呢個複雜又不確定嘅環境當中做出更好嘅決策。我哋成日遇到各種狀況，同樣一個環境，有人能夠揸住機會，有人卻錯過；同樣一個行業，有啲公司能夠轉型成功，有啲公司卻倒下。點解呢？咁作者劉潤話俾我哋知，原因在於每個人背後思考方式嘅唔同，亦即係佢所講嘅底層邏輯。書本結構概覽，呢本書嘅內容呢，其實可以分成3個部分啊。第一部分，我哋點樣認知呢個世界呢？亦即係我哋腦袋裏邊嘅模型點樣影響判斷。第二部分，呢個世界嘅運行規律，例如選擇比努力重要，機會從邊度嚟，點解要有系統思維。第三部分，我哋點樣應用呢啲規律，包含學習、進化，仲有點樣俾自己唔被淘汰。所以嚟緊呢，每一章我都會呢先講佢嘅主題啦，再捉出核心觀點，然後補充書入邊嘅案例，最後加上一啲嘅延伸思考，俾你能夠將書入邊嘅知識真正用喺生活裏邊。第一章，認知世界嘅方式。咁作者呢一開始呢就提出一個觀點嘅。我哋睇世界唔係睇到真相嘅，而係透過模型。所謂模型呢，就係我哋腦袋裏邊簡化嘅思維框架。佢用咗盲人摸象嘅故事，唔同嘅人摸到大象嘅唔同部分。有人話大象似牆，有人話好似繩，有人話好似條柱。每個人都對，但亦都唔完整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日常。我哋以為自己睇清楚啦，但係其實只係透過有限嘅模型喺度解釋。作者提醒我哋，第一步就係要承認自己嘅模型有限。呢個會帶嚟咩嘅幫助呢？譬如話喺工作中同同事爭論，唔一定係邊個錯，而係大家模型唔同。當你知道呢一點，你就唔會急住下結論，而會多問一句：你點睇？你嘅依據係咩？延伸思考。真正聰明嘅人唔係堅持自己一定啱，而係願意檢視模型，甚至隨住環境調整模型。第二章，乜嘢係底層邏輯？作者提出定義啦。底層邏輯就係喺更高層次上睇問題嘅方法，佢幫助我哋不被表象困住。書中舉例。2家公司遇到市場衰退，第一家公司馬上投放錢做促銷，結果效果有限。第二家公司先分析自己嘅商業模式，發現產品結構有問題，於是重新定位，反而活落嚟。差別唔喺邊個更加努力，而喺邊個企得更深。延伸思考，底層嘅邏輯就好似地圖，人哋忙住喺路上亂跑，而你企喺高處睇地圖，知道應該往邊度行。第3章，選擇比努力更重要。呢一章嘅核心觀點好直接，努力唔係保證，選擇先至決定方向。作者話，如果你喺錯誤嘅賽道上搏命努力，頂多係喺錯誤嘅方向上走得更快。舉例啦，假設你喺一個夕陽產業裏面工作，再點加班，再點搏命，最後亦都好難有突破啦。延伸思考，努力係放大器，但係選擇係開關。努力之前，先諗清楚我要選擇乜嘢樣嘅方向，呢個先至係更關鍵嘅決策。第4章，機會嘅本質。機會唔係靠聰明得到嘅，而係靠環境變化出現嘅。作者舉咗互聯網嘅例子，當時嘅巨頭如果唔轉型，就會被淘汰，而新創公司反而因為環境巨變，有咗崛起嘅機會。機會係嚟自趨勢，而唔係個人嘅小聰明。所以我哋要培養嘅係睇趨勢嘅眼光，延伸嘅思考。與其日日諗我要唔要創業，我要唔要換工作，不如問自己而家嘅趨勢喺邊度，我能唔能夠企到趨勢嘅風口。第5章，複利思維。咁呢一章呢，就傾到啦，複利係最強大嘅力量㗎。好多人知道金融投資裏面嘅複利，但係作者提醒，人生嘅好多事情都可以用複利思維嚟睇。知識、人脈、信任、習慣都會好似利息咁樣不斷累積。咁書裏邊舉咗個例子啦，假設1蚊每日翻倍啦，30日之後係10億，但係如果中途停掉一次咧，差距就會非常之大嘅。呢個說明咗一樣嘢，複利需要持續，一旦中斷，累積效應就會大幅下降。延伸思考，
揀一個值得長期投入嘅方向，每日做少少，10年後你會驚訝自己走咗幾遠。第6章系統思維，作者話好多問題咧睇起嚟咧係單點問題，但其實係系統問題。就好似公司銷售下降咧，唔一定係業務部門無能，可能係產品冇競爭力或者市場定位錯咗。如果只係望住單一環節去解決咧，好可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最後問題仲喺度。延伸思考，系統思維嘅第一步咧就係畫出全貌，咁試住理解每個環節之間嘅關聯，揾到真正嘅樽頸，咁樣先可能從根本上改善。第7章。不確定性與決策，呢個世界充滿不確定性，咁我哋要點樣決策呢？作者話，第一步係承認不確定性存在，然後用概率嚟到做判斷。咁舉例啦，投資人呢唔會只押一樣嘢，而係分散個投資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唔可能100%預測市場。延伸思考，我哋嘅人生亦都應該如此，唔好孤注一擲，而係準備多個選項。俾自己喺不確定嘅世界裏邊更有安全感。第8章價值與交換，作者話世界嘅本質就係交換，你要得到乜嘢，必須先提供價值。如果你只係諗住我要獲得，而唔去思考我能夠俾乜，咁你會發現資源唔會流向你。舉例喺職場入邊呢，你唔係因為需要加薪而加薪，而係因為你創造嘅價值，等公司願意付你更多。延伸思考。我哋要養成一種習慣嘅，時常問自己：我正喺度提供啲乜嘢價值？呢個價值對人哋講係咪稀缺嘅？第9章進化與學習，咁最後一章作者傾嘅係進化。世界喺度不斷變嘅，我哋唯一能夠確保自己唔被淘汰嘅就係持續學習。作者強調，學習唔係多睇幾本書，而係更新自己嘅思維模型。就好似手提電話系統咧，需要不斷升級，否則會 run 唔到新應用。我哋嘅大腦亦都需要不斷咁迭代。延伸思考，保持好奇心，保持謙遜，願意承認過去嘅觀點可能錯咗，呢個就係一種進化。總結到呢度，底層邏輯成本書圍繞3個嘅提醒。第一，世界好複雜啦，我哋睇事情嘅時候呢，要意識到自己係透過模型喺度理解啦，咁模型有限，所以要保持謙虛。第二，世界有一啲底層嘅規律，譬如選擇比努力重要，機會嚟自趨勢，複利需要持續，決策要考慮系統同埋概率。第三，我哋唯一能夠掌握嘅長期優勢就係持續進化、持續學習。如果要濃縮成一句話呢，咁就係唔好停留喺表象要去尋找背後嘅底層邏輯。當你咁樣思考嘅時候，你會發現自己唔會被表面嘅雜訊干擾，而能夠更清晰地做決策，更穩健咁走自己嘅路。